南投县政府对今年3月开始，嘛推动一个母语的计划，伫各乡镇的图书馆办台语讲故事哦。这个拜道老师整理南投草屯在地故事，讲予大人囡仔来了解。行到草屯这搭，下啊拢甲我看去。 南投草屯镇早期是南投交通往来中继站。广告老师讲，民众行到这，嘛差不多搁爱换一箱草鞋，所以换落来草鞋捡做伙就拿上山。伊讲这就是草屯旧名草鞋墩的由来。官府透过制作台语绘本，伫南投成长收雨水的传说。 运用图书馆讲故事的活动，唔但推广台语，嘛希望把南投的故事讲予大人囡仔了解。 悬悬的鞋仔山，迄阵的鞋仔山足大座的嘛，叫草鞋墩，伫民国以后才改为草墩。我感觉10万箱的迄种鞋仔看足壮观的。茶夹。 现场除了讲故事，嘛教民众讲一寡简单的台语词，也佫有做手工等等，希望提升民众学台语的兴趣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推动母语疗源计划已经3年，嘛透过演习、音乐、戏剧等等的活动来复振台语。就讲三脚埔一坎店，南投市，较老练嘛，就甲这大作吼，甲搭过来这个南投县的地图内底。 你若搭了，你就知影讲哦，德山是伫遮，南投市是伫遮。文化局表示，图书馆台语讲故事的活动到9月进前，也佫有10场，希望互民众更较了解南投的在地文化，嘛做回认捌台语的水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